当其他人因为股市大崩盘、经济大萧条，被逼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跳楼自杀时，唯独这个男人依旧过着多金的生活，各种款式的奢侈品随意挑选，妥妥的顶级渣男加海王。就连吃个早餐都与常人不同，光是鸡蛋就要吃99枚，鸡蛋从生到熟被细分成99种不同状态，相当于我们吃牛排的几分熟。Let's go with the number 72. Excellent choice, sir. 不过他的好友谢尔顿就没这么幸福了。自从谢尔顿在堪萨斯州回来后，他不仅能看到死去父亲的胡言乱语，时不时还能听到鸠占鹊巢的老者威胁。于是他当晚就掘开了父亲的棺材，面对腐烂发臭的尸体丝毫没有迟疑，伸手便取出父亲贴身的怀表，滴答滴答的声音在他心中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记。紧接着他向乔治求助，希望能陪他去海洋的中心寻找改变世界的东西，毕竟乔治也是他幻觉中的6人之一。按照幻境中的名单，谢尔顿去找报社的记者格瑞斯。之前他揭露了很多资本大佬的黑心内幕，导致他现在惨遭报社卸磨杀驴。谢尔顿开出了一个对方无法拒绝的价钱，成功招募格瑞斯加入，而下一个目标是自家工厂的工人费茨。诱骗他的条件就比较简单，谢尔顿承诺寻宝成功，工厂就可以渡过难关，他和他的父亲可以继续回到工厂打螺丝。其实名单中最难说服的是谢尔顿的哥哥沃尔特，不相信弟弟的幻觉，但为了让弟弟走出阴影，他也只好同意。既然是远洋，那就要有船。由于他们要去的地方曾有6艘船诡异失踪，所以谢尔顿只能花天价雇了1艘远洋船，哪怕是达到收藏级别的古董船。 Piece of shit. How's it even staying afloat? It's gonna have to do.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其实船长也曾出现在谢尔顿的幻觉之中，不过刚起航就出现了问题。格瑞斯看到谢尔顿自言自语，不由得后背发凉。趁大家都不在船舱，他潜入了谢尔顿的房间，他发现了胡乱勾画的图文，还有谢尔顿死去老爸跳楼的样子。由此他断定老板精神有问题。谢尔顿突然返回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沃尔特看到父亲的怀表，开始质问弟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他。也就在这时，甲板上发出警报，原来他们打捞到之前失踪船只的幸存者。即便素不相识，谢尔顿却非常激动，他就是幻觉6人中的最后一人。幸存者叫康拉德，是名随船的外科医生。听了他遇难时的惊悚描述，船员们都打起了退堂鼓。此刻船身剧烈摇晃，仿佛在敲打他们的灵魂。It found me. It found me. It found me. 船长坐不住了，马上下令掉头返回。眼看终点就在眼前，谢尔顿怎么可能轻易放弃？可他的阻拦瞬间激化了矛盾，就连他带来的小队也产生了分歧。没办法，谢尔顿打倒挟持他的船员，夺下手枪，逼迫他们继续前行。然而父亲与神秘老者突然浮现，不断将意识灌输给谢尔顿。 Get all of it before it's too late. No! 就在局面僵持之际，谁也没注意船只已经驶出了风暴区域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谢尔顿再一次听到了圣人的怀表滴答声，紧随其后的是刺耳的声音频率，令所有人都备受煎熬。直到怀表镜面破碎，刺耳的频率才停止。突然，一座小岛呈现在大家眼前，看外形酷似镇压大圣500年的五行山。除了船长，原定计划的6人带着各自的目的登岛。刚踏上海岛，大家就发现树上的特殊纹路恰好与谢尔顿胡乱画的相似。知道来对了地方，有人开始喜悦，还有人开始担忧。再往前走，出现了断层，前方竟是一片荒漠，无半点生机。沃尔特第一个要回到船上，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枯树干挡住。无论他们从哪个方向返回，都会遭到拦截。可留在原地，天空又开始降雪，气温也逐渐骤降，迫使6人只能前行。不过此时每个人都非常消极，通过指责他人来减轻自己的责任和内心恐惧，但这样做只会加剧矛盾，使问题更加复杂。殊不知他们已经进入了小岛的核心区域，走了不知多久，他们终于进入主殿的入口，里面却空无一物，只有几棵倔强生长的大树，四周的岩石迅速升起，不断扩张，将他们笼罩其中。转眼间，他们就变成了井底之蛙。在巨大的困境面前，之前彼此的矛盾也彻底被释放，瞬间陷入互相厮杀的状态。眼看他们就要命丧于此，格瑞斯借助月光看到了维京人的骸骨，而且也是6个人，证明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来这里的人。有了互相残杀的反面教材，大家马上暂停动作，恢复清醒，开始寻找逃生之路。当谢尔顿与同伴的手同时触碰到岩石，上面突然显现出奇怪而精美的符文。随着其他几人把手放上去，符文也被补齐，隐藏在岩石后面的宫殿大门缓缓打开。这里似乎是另一个空间，竟能看到地球的表面。不远处绚丽的光芒吸引了他们的脚步。
走近才发现是他们从未见过的花朵。随后一股洪荒之力由小岛中心向外延伸。就在船员要逃跑时，6人如天神下凡一般出现在众人的眼前。没错，他们获得了超能力，其实船长也得到了传承，只不过没人注意到。从此以后，6人开始行侠仗义。谢尔顿顺势成立英雄联合的乌托邦，并立下不可杀生的规定自我约束。如果英雄可以随意杀人，那么与隔壁的祖国人又有什么区别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内心发生了变化。乔治不同意谢尔顿的规定，选择叛变。即使这样，谢尔顿的信念依旧坚定。可第一代英雄逐渐进入暮年，他们的子女是否愿意遵守老一辈的规定？